大家平安，我是阿峰。只有一个四方笑，伊的长边的长是1。为这个点到这个点画一个1/4的弧，嘛共款，安尼嘛画一个1/4的弧，包起来的部分若像叶啊借问，这个叶的面积是偌济？这个叶的面积要安怎来斗？我会使安尼来算，就是我就先算这个1/4的圆，就是一个亏线形伊的面积。我是算这个亏线形的面积，所以我算的时阵，就是叶的部分嘛有算到，正手边下骹的部分嘛有算到。刷来，我搁加上安尼，为这个点做圆心，这个亏线形嘛算伊的面积，两个加起来。这个时阵倒手边顶悬嘛有算到，中央叶嘛有算到，目前算2解哦。这个时阵我搁加，就是规个四方笑的面积扣掉。所以扣掉的时阵，来看所以倒手边顶悬都无算到，中原底算2解嘛，即马剩1解，正手边下骹嘛无算到，所以剩的部分就是叶的面积。OK， 所以步数找着，安尼就来计算咱先看这个亏线形，伊的半径是1，半径是1，四方笑，边的长是1，所以伊的面积就是1乘1去乘3.14，搁乘1/4。另外这个1/4的圆嘛是安尼算，1乘1乘3.14，搁乘1/4，搁减四方笑的面积1乘1，安尼算出来，倒边这边是0.785，搁加0.785，搁减1，会得到0.57。结束。